粽子的问题，我们另外一首歌再来说。我要说的是，我昨天提出一个论点是，平常高雄的街上都没有走人，都没有人类在走路。我想说，高雄人到底去哪了？到底去哪了？后来我发现，他们晚上都会去夜市。夜市也太多人了吧？搞屁啊！各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本来我要去水星喝酒，但因为水星客满，所以我就去了北丰夜市。居然有人在卖臭豆腐锅，重点是谁要吃臭豆腐锅啊？
常生气。就跟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，跟他说他跟我说，因为马来西亚天气很热，但是我们吉他手坚持要吃那边最有名的一家锅。我想说，干都吃锅了，那我要点冰茶。